目前咱国内新冠肺炎主要拢是为着变种病毒 XBB， 上新的莫德纳 XBB.1.5 疫苗，头一批200万人，会伫9月中进口到台湾，上紧9月底就当开始做。头一阶段是以65岁以上的老大人先做，所来6个月以上的民众拢会当做。 新冠病毒一直变化，为国内最近4礼拜疫情监控研发现，验出的病毒株是以 XBB 占97%为主。上新的莫德纳 XBB.1.5 单剂疫苗，国内第一批按算9月中引进200万剂，上近9月底开始做。第一阶段为65岁以上老大人先做，观察1个月，看做的情形，各规划予6个月以上全年龄来做。 专家也是同意说，这个疫苗大概实施的时间大概是今年的9月到明年的9月。那目前大概主要规划还是从高风险的先开始打。疾管署表示，目前国内莫德纳 XBB.1.5 疫苗紧急授权 EUA 资料已经在6月送到会，8月23完成补件，小数已经列入优先审查。因为考虑国内本土并发症当中，65岁以上老大人占78%。 为降低老人感染了后发生重症加死亡风险，优先开放予65岁以上老大人来做。不过，疾管署也承认，目前新冠疫苗做的人确实是无多。现在呢，打气实在是很弱的哈。一方面没有什么重症跟死亡，一方面呢 ，XBB 本身并没有像以前的武汉肺炎那么严重啊。所以很多人觉得说，我得了就像感冒一样，我为什么要打？ 最近天气真热，流感疫情却连续3礼拜清关，主要是免疫负载效应影响。疾管署也决定今年公费流感疫苗比较以前分成2阶段来做。第一阶段是伫10月初2开始，第二阶段是伫11月初1开始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